再来看日本的消息，日本东京丰洲市场伫今仔日举行新年头一摆竞标，即摆拍出去的头一尾的乌昂床是以超过1亿的日票天价来成交。依照日本的媒体咧报讲，即摆是来自清心馆大间顶即个乌昂床，由东京一间水产中盘商得标。但伫注意的是，这间公司嘛是连续第4档得标，成交的价数是1亿1424万的日票，差不多是2400多万的台票。这是最近4年来，这个头一尾乌昂床头一摆超过1亿日票的，这嘛是1999年以来第4高价。有参加竞标的餐饮业者表示讲，虽然今年日本是以悲痛的消息开始，也毋过希望讲透过美食的力量，和日本更加好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